去日本旅游佚佗，会当趁即马加换一寡日本票上介好，因为美国股市一直抢悬，另外台票有外国投资金一直溢入来，愈行愈悬。日本票颠倒卡拉，昨昏日本票换现金汇率是0.2787，换一年来上介低，和8月中的汇率观点比起来，若是换5万块的台票来算，会当加换14000外块的日本票，差不多现赚2张迪士尼门票。 三角形的厝，四季拢有无同的面目，亲像是动画世界遐尼梦幻的场景。伫咧日本北川乡的合掌村，是寒天旅游真热的所在。如今因为日票来落价，出现0.27，旅游专家嘛建议会当趁机会来规划旅行。其实前2周就已经2次27了，所以感觉就是像什么住宿税啦，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机场税啦，感觉就好像可以 cover 一点过来。顶边换日票的介绍，伫咧旧年12月19号的0.27，中起起落落，一直到今年的8月13号，换钱的观点冲到0.3。这个月17号，因为美中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，互市场避险情绪降温，加上台票起，日票现金卖出的价钱来到0.27，创下近年来的上低。以换5万块台票来算，伫咧上悬的时阵，敢若会当换到165000块的日票。17号会当加换14000块的日票，等于现赚2张东京迪士尼门票，连带互机票、甲带暝，还有想要临时出团的旅客来变多。 大概有增加大概2成多的一个几率。那如果说以订单数的一个部分呢，像大阪跟北海道其实是主要的一个需求之外，那再来的话，像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东京，那这部分呢，其实也蛮多人在做询问。不过来到日本佚佗，爱注意新规定，包括明年5月开始，来坐部分的新干线，大件行李都爱提前来注文，无注文早上车都爱加付钱。7月是塑胶落啊爱收钱，注意这个细节，才会当省钱，搁算咧欢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